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画面。这是2020年总统大选已经开始倒打时间，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今日第5届参选总统。伊接受平面媒体访问时，特别讲到这个参选的资格，也就是这张门票，伊甘愿借掉，嘛袂互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针对这件代志，发言人张淑文有详细的回应。我觉得。再给主席几天的时间嘛，哈，因为毕竟是国家大事，那他如果真正要宣布，也必须要准备很多的准备，而且在最近也在基层，不管是党内外的这些前辈，他也一直在征询他们的意见，是这样子。所以大概到底有几？什么时候？时间。最后还是主席要决定。那目前我觉得是80%啊，对。8成参选嘛？那不是几乎确定了吗？选举不是在办家酒选举要准备的事情好多对不对？不管是各乡镇各2成，当然是最关键的嘛。这是什么关键？人选吗？人选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其他整合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亲民党宋主席出来参选，绝对不是当母鸡来带亲民党的小鸡。如果是这样子的方式，我认为主席就不会参选。那以这2天有一些不同。政党人士在批评说，宋先生如果出来参选，就是在扯这个国民党的后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笑，就是这些人一定已经对他们政党所提名的候选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跟动摇，根本就没有信心，才会对于不管是王金平先生或者是宋楚瑜先生来做扣帽子。我有听说，好像王金平那边也有派人来你们这边谈很多次的，那现在看起来就是都没有结果吗？第一，我们跟王金平院长他是好久的朋友那从一开始就是说要合作的对象，我们一定是看他的优点，而不是去批评他。那一定是多体谅他。如果我们现在跟王院长太多的暧昧，会导致他可能被开除党籍，马上他的立法委员可能会被这个无效。你有提出说，好像宋主席这个门票宁愿撕掉也不要让。第一，我们不能坐实所谓国民党说，就是把这个推荐书给王院长，那王院长已经被。从好久以前就被扣上这个分裂国民党的帽子，那我们更不能去害他。